大家好，我係張俊勇。今日我祝大家喺新年裏邊新年進步，心想事成，萬事如意，家庭幸福，身體健康。虎年嘅朋友，潮州話虎者就讀虎。祝虎年嘅朋友今年係可以係龍精虎猛，同埋就係同個虎字一樣嘅諧音，好好。屬虎嘅朋友呢，今年就係一個儲錢運來臨嘅時候啦。無論你哋置業又好或者咧希望喺其他投資上邊咧都有一個得着嘅話咧，最緊要就喺上半年裏邊咧儲多啲錢。咁樣可以儲錢咧，除咗用呢個錢罌之外咧，仲可以用銀包啦。如果你用銀包咧，可以用一啲較為深色嘅銀包，例如黑色啊、啡色嘅銀包咧，係對於你哋咧係好有幫助嘅。好。嗱，買咗靚嘅銀包唔夠㗎，最緊要咧就係 mark 清楚你嘅支出先，咁先儲到錢去做投資㗎嘛。呢一個類型嘅手機記帳 app 咧就最啱你使啦。善呢一個上，善啲鏡頭。